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课征32%的对点关税，总统赖清德昨暗地面册发文表示，这并无合理反映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针对这项关税措施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也请行政院长杜英台指示相关的部门继续参与和交涉。对美国川普政府撒动关税，总统赖清德昨伫 FB 讲，昨日到已经开会，讲这项关税措施并无法度合理反映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真侪所在无合理。已经请行政院长杜英台伫上短时间内向国人完整说明政府准备工作，也继续甲美国强烈交涉，一定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行政院是回应有三大强烈无合理，包括美国对顶关税计算方式不明，台美贸易顺差应该是反映台湾主统产品对美国经济甲国安的重大贡献，也个台湾已经有相关措施有防中国生产地，会继续甲美国严正交涉。对外的整个这个采购跟对外的投资都要用团体战的方式来办理，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道。但是像那个所谓的千亿台积电的这种，那美国说我已经有了，我干嘛再跟你谈？工商团体受到正大影响，工总讲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运输设备、钢铁、阿鲁米制品拢受影响。工商协进会也向政府提出紧急建议，包括随启动危机应变评估影响，政府降低关税，扩大对美国采购加投资，提供产业援助，一个加速产业升级等5大建议。另外，影响正大一个农产品。这个关税如果34%下去，其实对我们冲击美国客户那边，可能他在订购的意愿上量可能就会下降，这样是对我们其实影响。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对我们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像业者出来这个拿回灾，以前小期美国是唔免关税，怎么就要扣32%，国际竞争力受影响。美国这边的其实量其实并不算多，那以台湾雕的话，可能每年也才1-2千公吨而已。对，那其实如果说以真正水产的出口国来讲，其实我们台湾其实占比其实是蛮小的。学者认为，这波对顶关税，台湾出口美国的关税增加这么多，水产农产品的外销成本增加，以后销去美国的绩效会较贵，恐惊会降低产业的劣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效应，美国各市三大指数收盘大落，道琼落到1700点，标普500也个要是505年以来落上济的一天。虽然金融市场受冲击，但是川普讲，伫手术过后，美国会搁一摆反应。虽然甲普通时同款去上班，不过工人因的心情真沉重。美国总统川普向世界各国扣动关税，影响上大国家之一就是柬埔寨。美国要甲因扣49%的關税，真侪人即馬攏伫咧擔心會無頭路。ពេលរោងចក្របិទទៅក៏វាពិបាកដល់កម្មករទាំងអស់គ្នាហើយចេញតែម៉ោង4ក៏ពិបាកដែរ。英國烹調的零售業者就敢若真侪小企業的縮影，講將會面對着可怕時刻。法國葡萄酒商是估計伫美國的銷量至少會跌20%。法國總統馬克宏呼籲暫停對美國投資。La décision qui a été annoncée cette nuit est une décision brutale et infondée. Elle est infondée parce qu'on ne corrige pas des déséquilibres commerciaux en mettant des tarifs. 馬克宏希望歐洲團結，各國賣單方面採取行動。不過投資人的擔心已經反映喺美國股市，三大指數一開盤就大盤。道瓊收盤大盤要到1700點，標普500創2020年以來單日上大盤百，國際油價盤百一般超過5%。I think it's going very well. It was an operation, like when a patient gets operated on, and it's a big thing. I said this would exactly be the way it is. 在动关税了，美国总统川普第一面讲，手术结束，美国将会再一遍反应。虽然股市盘甲青顺顺，不过川普真有信心。究竟这场关税战，到时谁人会赢，就要看世界各国安怎甲美国协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第2天，天气稳定，各地头大部分都是多云到好天。不过早暗要是较凉冷，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早时北台湾高温通来到29度，要提醒过到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南山短暂阵雨。也若明仔载后日因为水汽增加，
北部、东半部甲山区落雨机会会增加，早时可能无亲像即几日遮尔啊温暖。下礼拜一、初七受到华南云系影响，天气无稳定，到时会搁再转做阵雨天气形态。伫金门金湖庆林村细带的家族当初时因为历史的因素，拢总有3座祖墓，放列入去军事禁区内底。所以，逐年的清明，后代子孙拢爱甲军方申请，才会当入去禁区内祭拜。今年有500个子孙伫昨去陪墓，拜煞了后，就甲即寡祭祖的菜料食的，号做食头。这也是金门地区清明祭祖的一项特色。分享上香。超过500个宗亲来到普通时无人有法度入来军事禁区，来这陪墓甲祖先祭拜。金门庆林带氏的祖墓，因为历史的原因，互人袂入去军事禁区，所以逐当的清明拢爱提早向军方申请，才会当入来祭拜。军方这边也非常的配合，不管说是卫哨，或者说整个环境的整理，他们都有做，帮我们协助我们蔡氏乡亲来扫墓之前的一个整理。庆林带氏的祖墓会伫咧军事营区内底，是因为当年国民政府退来台湾，伫金门为军事区，带氏3座祖墓，互人划入去金防部太武山管制区内底，才会出现入去军事禁区陪墓的传统。带氏的子孙讲，祖先拜煞，因会伫咧营区内底食头。就是大家会坐做伙伫咧涂骹，做伙食拜好的生礼、果子等等，这也是金门清明祭祖的一大特色。不过最近这几冬一定改做伫咧营区内底食饭的。扫完墓之后呢，他们会举办就是营养夹桃，好，那过去是席地而坐，那后来在旁边的就是彭家那边，啊，前几年开始大概就协助这个菜价在那边夹桃，就变成是办斗的方式。学者表示，食头是金门的传统，也是宗亲联络感情的餐会，流传到大继续维持。制作食头也展现出金门人少年先人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蚕头的精神。记者陈阿选谢桂林金门报道。有一寡人的风俗是清明爱食润饼，连卖润饼皮的档嘛排队嘛爱排超过1点钟。有店家平常时咧卖鱼啊，清明期间就改卖润饼。家己嘛有业者干那传了，就传到半暝，一透早就卖超过500斤。手顶摕着米团，伫炉顶面画一空，无一个爱时间，一张一张的润饼皮就已经做好。清明年假来到，做润饼皮的业者已经对半暝啊12点，无用到透早，经出动将近10个人协助，估计已经是卖出超过500台斤。从早上做到现在，可能500斤有了哦，好多人哦，2个家庭的哦，应景的对啊。润饼皮的每台斤大部分是维持200块，无起价。但是嘛是有民众，不管是祭拜先人，或者是家己食，介意买已经包好的润饼糕。因此，包括台南阿母寮市场、嘉义埔子第一市场，以及高雄美丽岛这文章附近的店家，一透早嘛出现排队的人潮，民众平均排队超过1点钟。用肉粿糜，差不多2点才回去。这个一工做爱卖几个？咱呀，你刚刚你这个对了没？哦。哎，刚明仔。平常在这边卖鱼啊，清明节包春卷、肉粽，我们就卖肉粽；汤圆就卖汤圆。有啊有啊，我都会买啊。春卷的价钱有多贵吗？还是还好？当然是会，现在什么都涨啊。虽然每一斤的用料是大部分拢相同，不过食起来滋味味觉是拢无共款。民众嘛拢有无共的介意的原因。清明年假这几天，将的是润饼糕入卖电风旗。公司新闻政府南部综合报道。咱最近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桃园县是联合报台湾环保种意识街头，5年以来受种的人数为1.3万人，增加到3.2万人。但是海葬人数维持300多人左右。专家分析，海葬法规的限制，加上海影真大，较恶堆输，对输海葬较恶普及。接下来是中国时报，今仔日是儿童节，维护部队医科住院医师，每个月发1万块的津贴，就要满1年。医科医学会统计，去年住院医师招收是上佳的一年，需要130人，敢若收到75人。医界呼吁政府资源要重新分配。
落尾是自由时报，台湾高铁运量成长，客运业者是减少。但是最近发现，双铁收班以后的半暝时间，国道中长途的路线载客量是大幅度增加。分析原因包括是票价俗，旅客困一斗就到位，阁有通上下车的车站是较济，吸引少年人甲外国游客来坐车。中国昨日发动海峡雷弹2025A 军演，咱的国防部是隆重查到中国军机59只、军舰23只，公布出来8只。军演期间，中国也有发布几落支影片，头一届无机攻击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针对这届的军演，包括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等国家都有出声关注。中军车子发动海峡雷霆2025A 对台军演，尾马表示圆满结束。根据咱的国防部长函，总共有50只的强机、13只强舰加8只公务船绕台。军演期间，共军也射出真侪底片，其中一部飞弹拍中的目标外观，甲高雄市永安区天然气接收站是正同款。中国要尝试在必要时候就利用这种所谓的非战争手段截断台湾海上运输以及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能源、汽水电等等的破坏，意图打击台湾的社会士气。中军第一摆无机攻击咱的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专家分析，主要目的是放大威胁的效果，影响民心。不过也建议检讨紧急进行的能源方案，加强化全民防卫韧性。对中共连续2日伫台海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国际社会是高度关切。The president i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encouraging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se cross-strait issues, reiterating our opposition to any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美国国务院用强烈字句表示，中国对台采取一直进逼的军事活动，可能会加重紧张局势。英国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是正重要。欧盟也主动表示反武力、反威胁的立场。日本对高官帮中官林凤静搁一摆强调，会继续关注台海局势上新的动向，搁做好周边海空域的警戒监视。We can never forget that our number one job is to create peace through overwhelming strength, and if need be, fight and win our nation's wars.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最近伫人事听证会顶悬提交的书面答询当中指出，中国继续推进军事能力现代化，佮投资先进武器系统，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承诺若疫情明显通过，会检视台湾的需求，佮继续支持台湾维持强大自我防卫能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提出国安17条，防止中国的统战渗透，为着避免台湾民众去中国食头路，互中国吸收去。劳动部嘛按照两华人民关系条例，要禁止中人小解台湾民众去中国做工课，详细法规会继续检讨。美中台关系一直变化，两岸关系也无改善。为减轻中国统战渗透，赖总统提出真侪项反制措施，为避免国人去中国工作遭到统战渗透，甚至是透高科技的技术。劳动部已经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求民众介国人去中国食头路。原本在就业服务法第38条有明文规定，台湾的这个民间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要办理特殊的中介业务，要劳动部来许可。现在政府特别又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在耳提面命，而且是更强调严格的执行。我觉得还是跟近来这个两岸关系整个大的严峻的局势是相关。除了禁止中介，也禁止刊登无经过许可的中国工作广告，法规会继续检讨。不过，北去中国工作民众表示，虽然政府管制措施也是透过朋友介绍才管道得到去中国工作的消息。想再去这边吗？我其实会说，老实说，挑战看看，会到一个就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跟制度下，我觉得是一种个人的这种挑战，我会想要去。
对。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个人到中港区工作人数一直减少，2003年只剩21.7万人，甲疫情进前的39.5万人，用要减少剩一半。台商的一些产线布局，制造业是逐渐移往东协地区，科技业这边则就移往日本、美国这样的一个趋势情况下，确实带动国人呢向往这个海外工作地点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人族专家并别表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之下，中国已经不是台商投资的第一选择。再加上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台湾无阁有优势。若要旅外工作，美国、日本以外，经济一直起飞的东南亚，这几年拢是优先选择的地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缅甸大地震到今是第7天，目前有超过3000人死亡，搜救行动是还在进行当中。外的民众煞拢变做灾民，等待救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警告，伫咧地震进前，伫缅甸就已经有600万的儿童需要人道救援。即摆阁有地震，囡仔营养不良、死亡的风险拢千悬。缅甸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1礼拜，东寨区搜救和乌的工课并无停，无厝通转去，好运度过死劫的灾民，因的生活嘛无好过，因伫路边搭10号的布棚，都伫遐在煮食。有灾民排个落长，等要领世界粮食组织这机构发的物资。一破了，不来的路了，哎，面子我话要撇去一家啦呗。前头死的路了，前头汤也无，前头唔死的路就干个。欠水欠粮食，就住伫街仔路这种艰困的环境，莫讲大人挡袂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讲，缅甸囡仔的处境更加弱势。So even before this earthquake, 6 million children in Myanmar were in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Many of them are already displaced. Many of them are missing out on their life-saving vaccines. Many of them are out of school. So these are already among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So to superpose an earthquake on top of that, it's nothing short of devastating for childre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讲，内战和大地震造成家庭的风险，会让缅甸的囡仔面对营养不良、爆发疾病甚至死亡的危机千悬。因今年所求的捐款敢若1/10到位，希望外界继续捐钱，甲因斗相共。除了欠物资，灾民的心理创伤和痛苦嘛袂当无甲管。泰国警方拜三就派出会当搜救嘛有安慰功能的警犬，行去曼谷倒落去的大路边，在等亲人转来的家属等候区。这时阵本地心情真歹的人，望到了后拢出现真罕的看的笑容。ก็ใจชื้นขึ้นมานิดนึงแล้วพี่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ถ้าตราบใดที่ยัง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สัญญาณหมายังเห่าอยู่ก็คงยังมีโอกาสรอดแล้วพี่。目前泰国崩落去的大楼，确认已经有22个人死亡，缅甸有超过3000个人罹难，但是只要有一点仔希望，家属拢无愿意放弃。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伫危险当中的囡仔，阁有南亚国家孟加拉，全国大约有60成的囡仔面临烟中毒的风险，可能会影响因的脑部发展。烟中毒伫孟加拉会遮尔普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违法的电池回收工厂所造成的污染。阿克特的妈妈咧陪伊写功课。阿克特今年11岁，毋过外表看起来真矮，比实际年岁少几啊岁。因为伊的血内底有毒的物质，因的含量伤过悬。南亚国家孟加拉总共3500万的囡仔面临烟中毒的风险，这占全国囡仔差不多60%。经过检验，认定阿克特血液当中的烟含量高达世卫组织所设定正常值的2倍。这造成囡仔严重不可逆的智力伤害。কি হবো মানে কেমনি হইব কোন ভাবে এটা ভালো হইব এটাই তো আমার দরকার যে আমার বাচ্চাদের তাড়াতাড়ি ভালো হয় সুস্থ হয় এটাই আমি চাই সব সময় যে ওই শিশার জন্য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ক্ষতি হয়েছে সবার বাচ্চা ভালো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এরকম ক্ষতি হইলো আমার বাচ্চা গেছে বুঝেই মানে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আমার বাচ্চা যদি না গেতো তো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এরকম সমস্যা হইতো না阿克特的妈妈将这原因讲是附近专门收报废汽车、回收汽机车电池的工厂。虽然即马已经关起，毋过说好这土地甲空气严重遭到污染。附近居民甲社区维护人员也讲，这间工厂为2015年以来一直非法生产烟头电池、碳底醇，这也互这囡仔出现体重减轻、较会上课无专心、甲犯错这症头。毋过严重度是无形的，所以囡仔妈妈无法度意识这问题。可能甲因讲，随时爱洗手，而且提供营养的食品。
When we did a study of rapid market study, we found that in the daily commodities, in the consumer products, they are lead contaminated, which is like aluminum cookware or ceramic foodware, toys, paints. Another major source of lead pollution is that informal use lead acid battery factories. 研究环境污染的组织发现，严重度伫孟加拉是真普遍，可能原因有真济，像上伫油漆内底用重金属，或者是将盐掺入姜黄粉内底，或者烹料看起来色水正水，吸更较侪人来买。当然，还有非法电池、回收工厂这问题。啊，不过因为市场需求太悬，这种类型工厂伫孟加拉各地是增加真紧。公司新闻新竹报报道。来看印度3月份、4月份是因办婚礼的大季，但是今年黄金的价数是已经起14%，但是要用来计出的金额，对因来讲，这开销是变更较大咯。缅北北部古吉拉特邦的拉杰克德市，金仔店内人真多，因为拄好是印度的结婚大季，计查某囝的家庭无闲买金仔嫁妆，受到国际间贸易战甲股市震动的影响，金价一直加悬，3月也冲破每盎司3000多美金。黄金业者讲，唔捌看过黄金价数波动这么激烈。गोल्ड इंडस्ट्री की मार्केट देखने जाए तो अभी बहुत टाइट पोजीशन है, क्योंकि जो पिछले 1 साल में जो रेट बढ़ा है ना, अगले फरवरी मार्च में 2100 के करीब डॉलर का रेट था, आज 3000 क्रॉस हो गया है, मतलब 50% जितना बढ़ गया है पूरे 1 साल में। 印度是全球的第2大黄金消费国。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印度每年的黄金需求通常伫800至900吨之间。以目前的金价计算，印度一年黄金市场价值约3000亿美金，大约约10条代票。看到金价愈来愈悬，要结婚的家庭真怨叹，落地也无够钱也买袂起。金仔业者表示，今年以来金价起势超过14%，以3月份的金价为例，一克黄金都要3000多台票，买4克大概用掉一般民众半个月薪水。虽然讲是婚礼的大季，消费者买起颠倒是较细致。部分民众是采取中和的方式，先卖掉旧的金仔饰品，来买新的金仔饰品。घर पे शादी है, सोना खरीदने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लेकिन दाम तो ज़्यादा है, लेकिन खरीदना तो पड़ता ही है। शादी का माहौल है, सब लोग लेने के लिए आते हैं और पुराना गोल्ड वापस करके भी। 印度社会看黄金是在附加社会地位的代表，看黄金饰品是典型家族材料甲应用的方式。黄金饰品除了对新人的祝福，在国际情势不安的时刻，民众也将黄金看作是博大的投资工具。 दाम तो बढ़ ही रहे हैं, लेकिन सोने का क्या कि सोने के दाम तो बढ़ते ही जाते हैं, तो ये तो एक इन्वेस्टमेंट भी है और हमारा शौक भी है। तो अभी शादी की भी सीज़न चल रही है और खूब सारे छोटे मोटे फंक्शंस भी होते हैं, त्यौहार भी होते हैं, तो ये दो काम होता है कि 因为黄金是印度社会袂当欠的民生消费品，业者认为政府应该适时的介入市场，维持稳定的金价。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中亚国家塔吉克的传统服装是真有特色，因为政府打算要积极推广，甚至要印一本女性穿衫的手册，指导女性爱安怎穿。不过，女性团体认为身体自由，政府是管伤济啊。 塔吉克文化部打算伫今年7月出版女性穿衫的手册，建议各年龄层的妇女穿国家搭配塔吉克风格衫裤，也就是色水正多、灰色较复杂的长袍，佮搭配胯裤，伫锁顶的帽啊，或者是布甲头毛绑起来，较莫有西方迄种天身体，或者是阿拉伯式女性无斯林的头巾。 也对工作、徛家、舞台、庆祝活动无共场合，拢有无共的穿衫规定，希望会当强化民族身份的认同。不过，穿衫是个人的自由，真侪人对此真不满，问讲为什么保机关欠电空气品质这款关系民生的问题。Женщин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всегда сталкивались с давлением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им носить. Причем это касалось и хиджаб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женщины не носили хиджаб, и сейчас э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что-то чужое такое. 政府的做法有伊的政治考虑。塔吉克是世俗派穆斯林国家，经历过苏联几60年的无神论统治，独立了经过血腥的内战。总统拉赫蒙自1992年执政一直到今，
为了要压制穆斯林政治势力甲反对派，一直拢强调民族认同，穿传统服装就是一种方法。不过，塔吉克是前苏联上散车的中亚国家，独立了依然正散车，所以真侪人希望会当有宗教的安慰。因为真侪男性加入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女性包头巾的比例也愈来愈悬。那荷蒙政府甲女性的头巾甲伊斯兰极端主义交织会加强管制，在社会上引起真侪冲突。И в течение 9 лет я ношу хиджаб. У меня проблем не было до того, как я пришла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 одно, и меня прям попросили снять. Весной,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года был очень неприятный инцидент моих знакомых. Прям за рулем их о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и просили адрес, телефон и штраф выписывали. Они были обязаны оплатить штрафы. 塔吉克在2018年就发表过前一版的女性服装指引，提倡传统服装。国营媒体也带头批评低裙、天性感、卡只片啊这款欧美的文化，一个欧式伊斯兰大袍甲头巾。政府在去年ក៏通过禁止进口甲卖外国服装的法令，不过实际去落去看，民众衫裤穿插打扮虽然真保守，不过早就已经是东西合并混搭。民众也真反弹，讲传统服装较贵，无法度负担。因为男性也受限制，只是也未被做黑字写出来。像阿拉伯穆斯林式的大喙手，怎么已经禁止？因为被看作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象征。文化部就伫咧考虑也要对男性提出穿衫准则。公司新闻施会中编写。今仔日国际也有虾米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媒体今仔日报道，全球上大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甲 Intel 已经达成初步协议，要成立一间合资公司来营运 Intel 的晶片制作工厂。台积电会有新公司20%的股份。匈牙利总理奥班昨甲和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发布逮捕令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并且宣布退出 ICC。ICC 讲，匈牙利也是有义务甲伊面合作。南韩宪法法院按算伫当地时间的初四早起11点，针对总统尹锡悦弹劾案进行宣判。但是宪法法院通过尹锡悦的弹劾案，伊就会随互人免职。政府会伫2个月内举行全国的大选，选出新的总统。但是宪法法院驳回弹劾案，伊就会随复职。清明开始休假，高雄警方掠食酒赛车，敢若组织案一案就掠30件，其中有一个食酒赛车搁弄红灯的人，随互警察抓落来。也若伫咧台中，嘛有一个食酒赛车，甲消防证规矩弄互长，依法上班。查甫人装过红灯去，互警方抓落来，规身躯拢是酒味，警察也随家做酒测。来 ，OK。部落到地酒测达竟然有到1.05毫克姓王的查甫人当场硬去，警方依照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甲伊抓起来。前日连假开始，警方抓酒驾无要落软，高雄警方对初二暗到初六执行大执法，动员着管区内面17个分局400外人次警力，分布真侪点，使用基本定点的方式，目的就是要防止酒驾。全力防堵酒后驾车违规行为。统计4月2日，共取缔酒后驾车计30件。然后，伫台中南区的建国南路一段和文心路口，青山半暝有一台轿车甲路边的消防栓弄断，警方到现场处理。不过，这个查甫人表示讲，伊身体无爽快，酒测但是验袂出来，只好到病院做检验。我20分钟有啉啦，系啊。你先给他监测。例如，发现李姓自小喝驾驶，散发浓厚酒味。因男子身体不适，先行送医救治，经14呼气酒测值超标。落尾确认，这个查甫人伊的酒测达超过0.6毫克，互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上班。详细调查原因，阁需要厘清。警方也强调，连假期间会加强掠酒驾的力头。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北英歌昨日有人到火烧厝，造成妈妈甲查某囝死亡。经过警方的追查，所发现死者的翁婿涉嫌放火，讲是因为翁仔某2个人起冤家情绪激动，就用赖达去烧塑胶，无去想讲会规间厝烧起来。目前死者的翁婿也向医生发办。大火烧甲真猛，乌烟是冲甲真悬，这个人家厝规道火。
消防员去现场随报追线，不过规间厝拢已经着火，内底一对母仔囝未赴走出来，当场死在内底。看到的时阵，火已经拢ฉี出来，足严，烟嘛足大啊！啊，拍好车都还无来咧。我要来发隔壁，这叫人紧走，嘛唔敢活来啊！我这听人讲，火讲火烧厝啊。搁登去案件发生的所在，是伫咧新北永高区一间透天的真家厝，这间厝已经烧甲规个乌乌乌。初二中昼12点外，火势为2楼开始炭。经过火调人员的调查，无排除是有人去放火。而且警方有锁定一个59岁厝主，伊有重大嫌疑。屋主当时发生火警的时候在现场，然后我们来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一直找不到他的人，在救灾扑灭以后，后期才找到。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厝主一个人离开的时阵，还阁一直咧踅踅念。警方甲带登去调查，这个厝主讲，案件发生进前，伊甲因牵手冤家，甲伊讨债几百块要食饭，若去拒绝，阁去礼。在情绪无稳定的情形之下，伊是气一个走出来，用赖达甲塑胶点护刀。不过，伊的某囝怎样安尼来死亡？跟老婆是从来不会吵架，因为他很怕他老婆。但是就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钱都被他老婆控制。你要跟他拿一分钱，他老婆都不给他。专案的疑点真济，也要厘清。因若死亡的母仔囝已经伫咧初3早起上验，厝主经过警察讯问了后，中昼依上地检署。用涉嫌反放火等罪嫌来侦办。公司新闻新北报道。4月初3，花莲大地震已经满1年啊，花莲观光的市草也是救不起来。观光署统计，到今年2月，花莲县就已经有31间旅宿业者收起来，也就是拍互别人做。那以今年清明假期订房间的状况来看，嘛是比往过减3成左右。陆陆细细的石条一直为顶悬落来，土粉嘛规个硬硬灰。后一秒，就连汽车的挡风玻璃嘛当场破去。花莲4月初3的大地震，到达已经满1年。不过想到苏当时的情形，在地人也是感觉心惊惊。完了！哇，那个中横完了，石化完了，比平常的石头崩落的太多。那时候真的是咬我很久，是好像喝酒醉了。我想甩过去，而且就被他甩到椅子那边去。断电、断讯、断路、断水，全部不通。04、03那天多恐怖啊！那个山啊，全部是灰尘。几下个部落的族人，还有3月村的员工出来讲，受到地震发生的过程，还有地震了后这1年来所有参与救人、救灾、甲修复等等，这工作人员因的心情，尤其这个期间真正发生地震尾，连续落大水雨，还有几下个风台安尼夹，嘛互修复的过程变得真困难。地震完之后的余震，然后余震完之后的连续几个台风。我们去体验到的是与自然共处的时候，好像不是一股脑的去建设或是去修复，它就真正能被修复。中间之路是真无简单，大地震嘛严重损断花莲的观光。根据交通部观光署到今年2月份的统计，甲去年同期来比，花莲县已经有31间旅宿业停业或者是拍互人。从去年到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认为大概还是有50%左右的衰退哦。大家就是业主忍痛当断则断，因为可能我多开1天就多亏1天所以才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业者讲，自由行甲旅行团的人客拢减少，以今年清明连假订房的情形来看，嘛比永过同期减3成左右。土地净用休困，重建工程的工课要持续的进行。受灾户的租金补贴也已经核定1190户，我们核拨的金额超过1亿余元。目前自有房屋最长可以领将近2年的补贴。我们为了提升花莲灾后房屋耐震的能力，中央已经核定50栋落成补强的案件，并且将补助上限提高至1500万。针对社区中间的部分，内政部表示，天王星大楼甲统水大楼是采自主独建的方式来办理，另外福一金华大楼是由中央介入协助，也有办理代替的工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云林县于1988年头一届记录到石虎的行踪，经过30年到2019年，才搁伫哪来发现石虎，而且过6年来拢有记录到石虎的行踪。林保署表示，会搁就相关的单位加强保护，使按外线相机来观察，检讨保育计划。去年11月，石虎出现伫咧树林，地点就伫咧云林的拿来乡。这是林保署甲编科台，佮拿来平顶社区发展协会合作监测到的，就是为着要记录石虎伫咧云林的行踪。架设红外线相机的监测与调查，
本社区有山林巡守队，我们利用龙过脉步道进行步道的杂草整理、灾害通报、非法猎捕通报，并协助相关的保育工作。目前架设红外线相机于云林县林内乡25台，古坑乡3台，共计28台，其中11台有拍摄到石虎记录。第一笔观测记录在2019年拍摄，到2023年共累计12笔，去年为16笔，今年1月已经有3笔。林波署表示，云林捌伫咧1988年头一届记录就做好，不过后来30年拢无相关的记录，一直到2019年才阁伫咧云林的南来发现，而且愈来愈侪出现，一直到今年1月已经有31届做好出现伫咧云林南来甲古坑的记录，显示这个区域真有可能就是台湾中部甲南部的做好生态的所在。本分署今年度将与生多所合作，针对近年旧伤收集到的石虎个体样本进行分子遗传分析，以了解石虎族群的扩张情形。全台的做好大约500只。林波署按算甲云林县政府、各地方的乡公所、社区等单位合作，来加强保护措施，而且卖阁加设红外线翕相机来监测，确保做好的族群会当继续生态。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新北市沙田堡大都会公园昨有举办家庭野餐日，900户的家庭坐伫草坡顶悬野餐，而且有学校单位、民间团体等等，农民等等规划是拢教育活动，望互囡仔通哪耍哪学着安怎来关怀这片土地。喝蜂蜜有什么好处？第二个是蜜蜂怎么把蜜带回来？你要回答哪一个？香农问问题考试，互囡仔去找答案来完成关卡，嘛补充生态知识，互家庭和囡仔通了解蜂。现场阁有蜂箱，互民众通看到蜂的模样和行为，真有教育意义。4月初3这天天气真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新北市的家庭野餐日。这个活动办到今已经10年，有真侪实用教育的活动，互囡仔同时最了解农业甲咱生活的关联。其实，在城市里很少会看到蜜蜂这类的昆虫了，可以这样如此的亲近大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内容是真侪啦，我是感觉囡仔来这边嘛是会当学到做侪物件嘛真好安尼。另外，也有新北市8里各中的生物老师参学生总会来摆答。老师表示，因为学校在观音山山脚生态非常丰富，常常出现蛇，为着要让学生了解蛇的生态，所以有成立生物研究社，带学生学蛇的相关知识，嘛了解安怎照顾蛇。伫咧家庭野餐日这天，老师训练学生正做知识的传授者和民众互动。我问说，那个被蛇咬的话怎么办？那小朋友就学到说，就要把它拍照起来，跟医生讲是什么样的蛇的种类。对，这很不错。常会说遇到毒蛇，我们要把它打死，避免大家被咬。可是其实很多毒蛇都是保育类，那我们保护它都来不及了。然后加上它是生态系中的比较高级的消费者，所以其实它在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家长表示，会当和囡仔伫都市内接触到在地农业生态甲实用教育是真难得的体验。家庭野餐日的主办单位新北市府希望，让囡仔自细汉都通培养对土地的关怀，伫咧未来进一步实现环境永续更好的目标。记者卢尚书郑俊佑新闻报道。今仔日是儿童节，昨佚佗米亚图书馆办活动，摕中国的佚佗米亚设计活动，互囡仔来拍通关，希望囡仔伫游戏当中学着环保甲分享。最后，嘛会甲遮的佚佗米亚重新整理，关乎育幼园。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艾莎。这个妹妹家己打扮做公主，这个所在是新北市台湾玩具图书馆。伫这佚佗米仔拢是原本无人要爱二手佚佗米仔。这届玩具图书馆伫咧儿童节进前举办玩具复活节活动，互囡仔会变装二手衫，嘛有甲佚佗米仔打造做关卡，互囡仔伫咧游戏当中学习环保和分享。是这边提供的二手玩具，有些都是新的，不见得说都是二手的，有些家长都放到忘记了有。根据新北市玩具银行的统计，因成立到今9年的时间，已经回收237栋的二手佚佗米仔。目前玩具银行伫咧海内外拢总有1176个据点，互人来关无要爱的佚佗米仔。一寡佚佗米仔经过志工的整理修理，也搁重新再做出47万件二手的佚佗米仔，关去育幼园。我平常会把不喜欢的玩具捐出去。我们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跟时间
来做分类，所以去年我们所运用的志工的人次超过15000人。一寡伫咧台顶跳舞的时段，拢是关顾图书馆的志工，因的负责甲人赶出来二手佚佗物仔洗清气、修理咧，结果替这佚佗物仔找新的主人。关顾图书馆唔但互二手的佚佗物仔有新的生命，关顾图书馆也因为时段和囡仔的互动，打造出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记者第选谢桂林新北报道。想要互囡仔愿意开嘴讲台语，其实无遮尔困难。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有安排各种趣味的活动，除了台语搬故事，用台语来搬戏以外，今摆阁互囡仔发挥创意，家己用画笔来画意大利馅饼。囡仔哪算自然讲台语，效果是真好。囡仔发挥创意，伫纸顶悬画各种色水，佮利用无共款的食材做披萨。全台语的创作过程，不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算甲真欢喜。伊足介意算这种活动的游戏的物件，拢足介意的。就是甲台语用伫迄内底，就是足自然的来讲安尼，唔免特别去学啊，是安怎，就是足自然的讲出来。较少讲台语，所以带来遮，互伊较习惯，啊，渐渐伫厝诶讲台语安尼。除了算创意以外，老师阁互大家明白各种无共实在台语讲法，互囡仔伫游戏当中自然开喙讲台语，包囡仔家己动手做，哪算哪体验，现场充满台语声，阁有笑声。透过甲大家做伙算，会算颜料，安尼就会使练习讲手啊的感觉，阁有目睭对色水的感觉，阁有鼻啊会使闻到无共款的味，色水安尼学白算啊规身躯乌嘛嘛拢无要紧。新竹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鼓励家庭伫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台语，用台语生活来参加家庭，除了会当摕到台语家庭的认证点数，尾仔阁有奖金通摕。透过奖励，鼓励更较侪家庭培养台语意识，加入台语家庭。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独居的美洲霸鸟往过接出现伫中南美洲、墨西哥加美国。根据调查，野生霸鸟目前存无100只，是因为人类会去掠城市发展破坏因的生态地等等。为着要解救霸鸟，东部基金会伫德州南部有说协助因生态的牧场，不过效果是真有限。圆圆大目睭、耳仔较短、头啊较细的美洲霸鸟，真爱独居。有亲像美洲豹同款的斑点花纹，伫1800年代，常常伫中南美洲、墨西哥加美国出现。不过20世纪早期，因为为得到因美丽皮大量垃圾，历史数量渐渐减少。伫1982年，霸鸟被列为濒危动物。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东部基金会调查，目前野生霸鸟只存差不多80到100只左右，而且美国可能是因目前非裔用生存活落去的所在。Dow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ones are found in Texas, the last breeding population of ocelots. 除了互人垃圾，佮加上都市扩张，出条原本霸鸟真爱的有刺的野树仔，加做农地甲道路，或车祸加速霸鸟死亡主要原因。美国科学家咧拼命救这阵行踪不定的野生性动物。东部基金会伫德州南部超过8公顷的牧场内底，设霸鸟生态所在。而且大量种有刺的野树仔。The work we've been doing on this trip would produce some embryos with frozen ocelot sperm from a wild male. And that'd be the first time we basically had crossed a wild ocelot with one in a zoo population. But that's part of the process that we have to build up the managed population in the breeding facility that we can rewild and put back in nature. 毋那是野生的霸鸟团队，也想要互动物园的霸鸟用人工方式受训，不过也无成功。团队表示，因未安尼放弃，反倒来透过每一摆的努力，得到更较侪知识，相信对未来生态研究会更加顺利。另外，因希望毋那是霸鸟会继续生存，是希望所有生态系统豆豆恢复。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北美洲的帝王斑蝶，逐年拢会飞往墨西哥来过冬。
过去10年受气候变迁等等因素影响，数量是一直减少。墨西哥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去年过冬的帝王斑蝶数量比前一年成长1倍。不过，一份最新的研究发现，美国的鸭数量为2000年以来已经下降22%。专家指出，砂糖质的使用是关键因素之一。蝴蝶在会场内底采蜜帮助做不受粉，不过一项上新研究所发现，为2000年以来，美国本土48州蝴蝶总数每年平均下降1.3%。1% a year, yeah, it doesn't seem like much. You're going from 100 butterflies to 99. Most people couldn't detect that difference. But then when it accumulates year after year, and now there are 80 butterflies where there were 100, people can start to notice. And 这个月，切拉地科学期间发表研究，第一摆对全美国蝴蝶数量进行系统性分析，结果显示，其中114种蝴蝶数量明显减少，只有9种蝴蝶数量有增加。研究团队整合30个监测项目，进行将近77000项调查，统计几10年来蝴蝶数量是1260万只，数量减少上侪是美国西南部较大数温暖的所在，气候较寒的北部影响较细。专家分析，气候变迁、失去生态地、家用砂糖质等，拢是关键因素。When you kind of zoom in and look at individual populations, they generally are doing much better when they are when the habitats are being restored. You can make changes in your backyard and in your neighborhood and in your state that can really improve the situation for a lot of species. 这项年度调查结果也显示，帝王斑蝶的数量为1997年的120万只，下降到顶个月只剩无到1万只。这也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在2021年7月时阵，将帝王斑蝶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市民当中拢是感觉是带黑色斑纹式的蝴蝶，墨西哥西南部树林迎来过冬的娇气，每年为美国北边加拿大的帝王斑蝶，会长途飞3到4千公里，路南到温暖的墨西哥过冬。过去10年受气候变迁这因素影响，数量一直大，不过今年煞无同，帝王斑蝶当面的占地面积比前一年成长1倍。Ha habido acciones en la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que advierte que esta tendencia puede empezar a cambiar a partir de acciones que en el esfuerzo cooperativo internacional estamos haciendo los 3 países y vale la pena tomar la nota ahora de que estos esfuerzos de cooperación es lo que México necesita y la región norteamericana requiere para el futuro. 帝王斑蝶作为传播花粉的媒介，为北美生态系统做出贡献。80%的农业粮食生产靠帝王斑蝶这个授粉糖团，所以保护这个糖团，为营造友善的生态环境，也是正重要的问题。公司新闻陈伟锦编辑。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7度，中部地区13度到26度，南部地区17度到29度，东部地区16度到24度。五岛地区14度到25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起来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